来看梦情电影电视甲郑明良歌剧团合作推出着英水歌剧团系列的电影音，用歌戏来演少年人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到今有出5集啊，已经要到500万人次收看。学者指出讲，透过着这挖近少年人话题，搁再保留歌戏的底底，这摆合作引起关注的关键。 今年红包赤温存，我要输回去。即马看到影片是用七字仔调人刀唱的表演，这是网红顶用顶水伫镜头前用身段表演。若郑明良歌剧团用声音表演合作推出的英水歌剧团系列，目前拢总有5集，到达个外月尔，已经伫要500万人次收看。展荣展瑞想着要来甲文化对话的时阵。 阮文化有一个基本底伫遮，专业甲现代剧两个结合，当然有产生真侪无共款的对话甲感动。嘛因为这个过程，互真侪少年朋友去听到歌戏。郑明良歌剧团讲，古早时歌戏是唯一的娱乐，不过时代在改变，通选择的娱乐方式嘛愈来愈多。不过因要是继续坚持拼传承，嘛透过创新、有实验性的方式来表演。 就是希望把歌戏的声甲影记录落来。虽然讲看起来是咧做笑话，但是伊内底即个唱腔啊，也是讲伊内底就我做工，其实拢是足有路的，是行即个古典的，也是传统的，譬如讲七里仔调啊，吼，也是讲咱会看到伊其实是不哩认真在做歌戏的即个部分。学者讲，即摆合作会引起关注，是因为用过年爱情等等，挖近少年人的过达观去做出发，而且毋但有笑开。 阁保留着歌戏的底底。另外，郑明良歌剧团3月底进前伫宜兰团结会区拢有演出，伊嘛希望趁即个机会，互少年人会当行脚到舞台骹，亲身感受歌戏的生命力。记者吴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